国安基金今仔开始进场护盘，也毋过台股今仔收盘是达1068点指数嘛拉破18000点，只剩17391点。美国的对顶关税政策今仔中昼就开始实施。经济部长郭志辉早起伫反应嘛表示讲，经济部已经成立马上办中心，要来提供企业协助。国发会嘛表示讲，当初预测美国上济是可能会扣35%的关税，因拢有提出相关的应变办法。美国总统川普伫咧最近发布对全世界对顶关税，随到中昼开始生效。台湾被扣32%，国内部分产业即马已经面临着减单加无薪假的情形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讲，将会继续收集产业的状况，也会针对企业提供客制化辅导加纾困。服务中心透过我们有66个这个原管局的服务站，然后连接回来我们中小企业署本来就是有一个这个马上办中心，我要求我们的部队的回应只有1天。因应美国对顶关税影响，政府即马提出880亿补贴方案，也毋过立委希望会当增加到2000亿。另外，国发会主委刘敬清也讲，当初设想的相关版本是35%的关税，拢有相关的应变措施。在4月1号，执政党的柯总召，他不止铁口直言说美国只会收10%。报告委员，10%。柯总召不代表行政院。好，银行会不会雨天收伞？会不会抽银根？银行一定不会抽银根呐。在野党的主席说880亿不够啊，要增加到2000亿。我们也希望越多越好啦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，如果大家一条心支持的话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伫这份行政院长杜英泰带内阁团队开记者会说明，郭志辉虽然伫咧台顶，不过自头到尾拢无讲话，也引起外界好奇讲，是不是笔下封口令？郭志辉是讲无这种代志。被下封口令还是你自己主动就不上去？没有啊，这个就是分工合作嘛。分工，那你不可能。那他们为什么人家都是部会首长，你不可能2个投手上去投嘛？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，台股剧烈的震动，国安基金伫催到入场护盘，犹原无法度阻挡盘势。台股伫盘中盘超过600点，盘破18000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